当年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，今年韩国是世界地球日40周年，大家如更加地讲要保护地球。下个新闻也对今日开始制作一系列的世界地球日专题报道，路线简单为乡亲了解。也世界地球日是用嚟来嘅，也地球日嘅想法就喺1962年路开始嘅。佢当时係由美国嘅参议员桂洛尼医生而提出的，而说服嘅甘乃提总统喺全国性嘅巡回视察行程地杯，将环境议题推荐出来。经过佢多年嘅游说同打拼，喺1970年4月22日，美国一群关心环境同自然生态嘅大学生，如发起第一届嘅地球日发动，呼吁人类要重视环境、杜到嘅生态危机。一早发动也受到贵大嘅响应，如变做全球性嘅发动，故所路誉为世界地球日。